好，受到东北季风甲水汽变高的影响哦，北台湾到甲宜兰花莲这边呢，今日规天是湿凉凉，这个天气哦是真歹天。气温呢差不多是21度到24度。也气象署讲，5月下旬会受到2波方面来影响。第一波也就是24、25这2天，也第二波是伫咧28、29。气象专家都预估讲，28、29这2天形成的方面会较完整，也就黄酸雨、雨水都会较粗。列车豆豆通过港所在，代替北回线河前到中正之间，经过全力抢修，拜六开放双向通车。不过，游园港甲塘仔外游园也过有微微雨，受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影响，全台各地气温差不多是21到24度。北台湾甲宜花规天拢湿凉，5月底有2波锋面连续影响台湾。29号锋面的影响，那这一波的锋面大致上比我们现在这一波的锋面可能影响的范围还要再广阔一点，而且降雨强度会更加的明显一些。特别是西半部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都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气象署表示，每年到5、6月拢叫做梅雨季，24到25至1波，甲1波28到29依然属于移动性方面。气象专家是指出，要等到西南季风顺利进入南海，才会感受较明显的梅雨季的影响。有估至8至9报道的梅雨方面，落雨会较明显。到5节第一季规个方面会刷到台湾东南部的海边，对台湾影响会较细。所以5节佫会恢复到典型的热天天气形态，尤其是中昼过后，山区较有热对流发展落雨情形。1波梅雨方面报道，要等到5节过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